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。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偷穿过妈妈的衣服？我小时候就干过这样的事儿。九妹的妈妈呢是云南文山的苗族，他们那一辈的苗族服饰呢非常的艳丽。我们小时候呢就很喜欢看大人穿那种盛装的样子，也会模仿大人去偷穿。但是呢，小时候穿不上，现在我们自己长大了。今天呢，我找到了一套妈妈那一辈的衣服，重温一下妈妈那一代的经典。这个就是我们妈妈那一辈用的穿的比较多的这种刺绣珠珠花衣啊。这个上面的塑料珠珠呢，虽然说不值钱，它是现代工业对我们传统苗族的一种影响入侵的一个产物。苗族妈妈们能够用他们的巧思，把这个珠珠编织成这种几何排布的垂坠的这种形状，非常的精致。它的袖口上也是用了这种几何的排布，把它一点点交叉的编织下来。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耗时耗力，这不是很像你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猪八戒在那个相亲的时候佩戴的那个珍珠的那个披肩？可能我们妈妈那一辈也是受了那个的影响，喜欢把这个珠珠进行这种排布挂下来，很像那种仙女风。妈妈那一辈最典型最喜欢的配色应该就是红配绿了。那这个鲜花呢，上面的颜色虽然说是红配绿，但是它也有层次和渐变，比如说这个是深绿，这个是浅绿这个是大红，这个是玫红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橙色的花茎一点点把它连接起来。哇，这个就是妈妈那一辈喜欢穿的这个百褶裙。这个百褶裙呢，也是采用了非常传统的拼布绣，用彩色这个布条一点点的拼接在我们的这个裙子上，然后呢，上面呢也是有这种非常精巧的这个十字绣，一点点的堆叠起来。现在呢，这些衣服几乎已经很难再看到了，我们的苗族服饰呢也是日新月异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带着这套妈妈那一辈的老衣服，重温妈妈那一辈的经典。